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24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天气。今仔日24也是好天，不过暗内北部就要变天啊，到拜四拢会较凉冷。中部以北甲东北部上低温可能干那14度，若中南部天气较稳定，不过早暗会较清凉，温差可能会到10度。 8日日时日头出来，北台湾的民众就要把握这段较温暖的天气，因为自暗时开始，东北季风增强，温度会一直降落去。气象署讲，上冷的时间应该是伫拜三透早，中部以北加东北部温度上低可能会到14度。拜二到拜四这段时间天气也拢较凉，差不多15、16度。星期二到星期四都是比较凉的时候，那北部、东北部。 最低温度大概是15、16度左右，中南部日夜温差可以达到10度或10度以上。那至于北部、东北部是整天都是比较凉一点。伫东北季风增强，贵人北海岸、东北部也个大台北地区，拢可能有局部低降雨。拜三到拜五，伫东北部地区是云多水汽增加。气象署讲，这边的东北季风会一直影响到拜五，过来温度就会慢慢回升。各地天气主要是多云到好天。今天晚上到明天，北部、东北部是比较容易下雨，就是北部还有宜花，大概都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雨。现在看起来就是东北季风影响到周五。 气象署讲，即马已经进入秋冬季节的天气，过来东北季风会一阵散一阵，每一遍来温度拢会降，大家就要穿较少咧。因若即马伫菲律宾东方海边一个热带扰动，伊的安全发展也搁要观察。气象署是认为，伊对台湾的影响无大。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早起各地早暗温差较大，暗内东北季风会增强，北部有的所在会落短暂雨。咱来看分图。 今仔日是各地是侪云到好天，高温差不多26度至29度，低温差不多16度至20度。另外，西半部12个县市，也有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可能会透8级以上的阵风。因为东北季风豆豆咧增强，愈暗会愈寒。东北部、中南部早暗温差较大，提醒民众都爱穿雨袖。 来关心美国华盛顿州发生全世界头一件人去挖到 H5N5 禽流感死亡的病例，目前这感染源也确认。也那疾管署讲，目前是也无证据显示人类会互相烧化，会继续来监测。也那目前华盛顿列做是第一级旅游的警示，提醒民众若是出国，尽量莫接触鸡啊、鸭等等的禽鸟类。 防疫人员穿防护衫处理挖到禽流感的鸡，严格防堵病毒来探开。禽流感传人疫情搁再引起关心。美国华盛顿州卫生厅2日证实，发生全球头一个挖到 H5N5 禽流感死亡案例。它是所谓的低病原性，也就是说它的致病性并不强，所以它要扩大感染的这种机会应该会很少。唯一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它对人体的这种细胞的附着力。 是不是有增强的现象？这个是值得我们观察的。根据官方公布资料，死者是多产慢性病的老人，当时厝内底有饲禽类，并且伫11月初发烧真厉害，人无清楚，也佫有喘气困难这症状。检验结果确认挖到 H5N5，并且伫2月不幸过身，真做全球头一站的病例。最近相关部门继续追踪，确认死者徛家环境有检测到禽流感病毒，不过相关接触者检验拢是阴性，无证据显示有人传人的风险。 那这是一个新的这个重组后的变种病毒。那以美国 CDC 目前的评估，还没有造成这个人传人的风险。呼吁国人呢，那么如果有出外旅游的时候，也尽量去避免接触禽鸟。 疾管署对今年4月开始，甲华盛顿州旅游建议提升到第1级，将研判大规模传播风险价依然维持。根据农业部资料，咱国今年到即阵总共有72件禽流感阳性案件。疾管署也对相关接触者健康监测，总共列出858人次，检验389件血清的检体，结果拢是阴性。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昨昏透早有区间车要为家人的七堵站出发，出发警讲这车厢外口是去放乌白擦、乌白话，代替是赶紧换车厢，火车嘛全咧慢分。
列车入站，真侪旅客上落车，代替假日客流量真大。也毋过23透早一班1108次的区间车对贵人七堵车站准备出发，站务人员虽发现有各样车厢外口无经过温准，竟然互围堵围一大片。本来它原貌是好好的，而且涂了就好，觉得怪怪的。没有经过同意给人家乱涂，好像不是很正确。它是有一种创意的一个感觉啊，我觉得还不错啊。民众看了也惊一个，根据了解，区间车敢若是伫离暗时收班了后，互挖起去的。清洁公司当时无法度清掉，换变做了发车，总共延误5分钟。另外，这款乱围堵的行为其实也已经违法。本案涉嫌刑法第354条毁损罪及铁路法第68之2条。本分局已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中。经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调查，不过代替洪乱围堵，毋是头一摆。伫2023年就一台 EMU 3000型新竹共和列车洪乱围，未来依照线数掠着人。另外，违规的情形相款伫树林站发生。在19点外，监视器翕到一个查某人，家己行到月台上南边，家己走入去铁基路，敢若是要翕列车。最后伫9点25分，由站务人员传回交予警察。因为我们必须要强调我们台铁的员工不需要也不应该去负责车站对于各个民众，包含自己的职业安全问题，因为那需要受过专业的训练。自始至终都不遗余力啦。环境的安全这个部分，我们也一直在调整嘛。像我们台北站，我们就增加了保全人力嘛。其他的我们也视情况来研议。代替表示，2站个案都无影响到旅客安全，针对场站安全也拢继续加强。另外，员工的人身安全也同步来强化，以自我防范为优先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有一个阿桑打坐运，坐咧说讲有人踏着伊的脚，怎开始甲人冤家，落尾手竟然是起一个怎刀仔夹出来。伊这个行为毋但爱罚钱，嘛去予警察照恐吓的罪行审办。警察到会将被偷摸的乘客带离开。毋过伊做啥物？交通警方到场咧。登去几分钟进前，涉案女乘客坐车，甲人伫车内去冤家，所向向为皮包内底提出一支果子刀啊。接警现场查扣水果刀1把，后续由万华分局依恐吓罪嫌侦办。代志就发生伫北站西门站，直至暗时11点外，58岁河南男坐板南线，讲不管伫车顶互10人落着脚，才去冤家愈吵愈凶，一时情绪激动，才提刀出来。会先远离那个地方，因为我怕他可能也会对我做出一些行动。去过大陆，他们会先通过那个有点类似像 X 光这样，对，而我们台湾没有。今年9月，才有人伫中和新路线，因为劝阻外籍旅客伫车厢内底啉饮料，被不雅手势，去甲摕米缸倒出来。去年新埔站阁发生提刀伤人事件，这种状况常常出现，爱安怎提悬乘客安全呢？我们在捷运遇到这种事，其实非常少见的，不需要为了这么少见的事情都要先过安检。那我们在这车厢内的影像的辨识其实可以做一些比较异常行为的侦测。北车公司有明定，刀仔这尖的物件一定爱妥善包装，才用坐车过站的出入口甲在车顶悬。伊拢搁一摆告示提醒，一定爱收好，唔通流出来。即马搁有提刀出来事件，涉案获利人牵涉刑事责任以外，也互北车公司罚1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内一个司机涉嫌协助诈骗集团犯案，一审的时阵封判10年8个月。不过，二审却是改判2年4个月。法官伫咧判刑的标准差遮济，是引起众人的议论。那司法院是回应讲，案件判决是法官的权力，无方便评论。老大人伫柜台免了10万，又数目未少，行员关心。警察到场了后，发现伊用骗买灵骨塔，诈骗集团也甲伊讲，若是领钱爱讲要出国的旅费，才袂互主动。我事实甲你讲，因为甲人交易这机会，这是诈骗的哦。警方若阻止诈骗，嘛爱打击诈骗。之前有案例，一个白牌车的司机论罪诈欺犯，被控去人摕假金铺啊，3摆转交户头，赚700外块。更加因此，互诈骗集团甲人骗超过100万。台中地院1审重判伊10年8个月，不过上诉了后，敢若互台中高分院判刑2年4个月。法官最常被骂说恐龙法官的原因之一这就是他们的自由心证，他们可以依据卷证资料去做判断。
伊心讲，以后早起骗在外风更加严重，应该重罚。而审区变做伫无其他加重事由之下，不以单纯为着强调刑法的威吓功能，就将当做出超越罪责程度的裁判。认为一审判决有超越罪刑相当的记录，明明是相关案件见解甲这个定执行刑却是天差地。监禁打诈事期，第一个就是会影响，是在鼓励诈骗集团的这些被告，其实也不会怎么样。那我会认为说，宣告刑就是执行刑，后来要去调和它，应该是在执行的期间去观察它，而给予适当的减刑。对着这期司法院讲，个案刑法量定，受审判核心事项不便评论。要过加重早起的量刑，整体已经有加重的情形。也当初为了减少量刑的无同，司法院要提刑事案件特色量刑法草案送入立法院，要过法案届期无连续，已经互退回，专家伫建议。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校园传承讲究营养，不过口味无一定合学生的胃口。根据估计，全国校园传承每一天会产生差不多500吨的粉，占全台湾差不多3成。除了菜单的设计，食食的教育嘛需要加强。来看《联合报》，咱国军方准备要采购反无人机系统，要求都要引进以色列独有的技术，才会当强制接管入侵的无人机，而且要求都要中国制造大疆无人机。因为这台伫咧台湾的市占率悬，不过这嘛引起众人的讨论。来看自由时报，美国提出的罗西亚乌克兰和平计划，要求乌克兰都要挂领土、限缩军队的规模等等。欧洲各国是大声批评，川普日讲这不是上尾方案。不过伊嘛强调讲，无论用什么款的方式，拢要让战争赶紧结束。有关罗西亚乌克兰和平计划当起兵，欧洲几个国家是拢出来替乌克兰发声。出来就看美国、乌克兰甲欧洲的国家进一步协商的结果。美国正经提出28点拉下乌克兰和平计划，要求乌克兰各地在军换和平，各种协商最后期限定在17港文节，让乌克兰面临艰难的处境。川普支持表示，提案不是最后的方案，因协商，不过态度依然正强硬。乌克兰是宣布，美国、乌克兰甲英法德等欧洲代表23会伫瑞士进行进一步参详。One way or the other, we have to get it ended. So then he can continue to fight his little heart out. What is at stake is obviously Ukrainian sovereignty and European security. It's normal to have both the Ukrainians and the Europeans on the table to finalize this plan. So this is exactly what we will do tomorrow and the day after in order to make a common plan. 在安的背景之下，这一届 G20 高峰会日伫南非开幕，欧洲国家领袖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开会讨论乌克兰和平计划。在会峰会领袖宣言也明文表示，各国按照国际法甲联合国宪章，用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佮强调所有国家拢爱避免用武力或者是用武力威胁的方式破坏他国领土完整甲主权。不过，川普单方面指控主办国南非迫害白人，无来参加峰会。普廷因为被国际法庭发出逮捕令，也无参加，互峰会大大失去效力。各国也警告，地缘政治的逼顺已经威胁到G20在解决经济危机顶悬的角色。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继续来关心以色列23对黎巴嫩首都发动6月份以来头一届的空袭，包括一个高阶的军事指挥官在内，造成5个人死亡，25个人受伤。也那真主党这边是讲，这一届的攻击已经下过新的红线。这栋伫咧贝鲁特南边的建筑保护炸弹轰炸，外墙的阿蒙图砖仔钢落来，甲停伫下骹的车拢喊歹去。伫救援人员来到现场时阵，现场有听到枪声伫咧赶人，以色列伫咧攻击进程并无发警告。最近几礼拜，以色列军方加强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而且以色列甲美国也对黎巴嫩施加压力，要求因解除真主党的武装。23对黎巴嫩首都发动自6月以来第一遍的空袭，消灭真主党的高阶军事指挥官塔布塔拜。רמטכ"ל ארגון הטרור חיזבאללה, ת"י הוא רב מרצחים. ידיו מגואלות בדם של ישראלים ואמריקנים רבים. ולא בכדי, ארצות הברית הציעה פרס כספי של $5 מיליון על הראש שלו. לאחרונה הוא הביא את חידוש המאמצים של חיזבאללה להתחמש מחדש.
זה כמובן לאחר המכות הקשות שחיזבאללה ספג במבצע הביפרים. אני מצפה מממשלת לבנון לממש את ההתחייבות שלה. 真主党讲，这边攻击发生的时间，拄好是以色列甲真主党停火1年，会互冲突愈来愈紧张，也拄好是天主教教宗良14世要来黎巴嫩访问6天的前几天。 هذا العدوان اليوم على الضاحية الجنوبية يخرق خط أحمر جديد سبق أن أغلق بفترة 以色列讲，真主党即马想要搁重建军事能力，但是支持解除真主党武装的黎巴嫩政府否认相关指控，强调因有派军队驻守伫咧南部，只是黎巴嫩的军队欠资金资源无够，需要外界斗3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来看巴西前总统普索纳罗因为发动政变，封判27年，上诉的期间爱关伫咧厝里。不过，伊最近想要迫害电子卡了，最高法院认为讲，有可能是想要逃亡，所以裁定以风险拘留。 巴西最高法院公布影像显示，国家软禁中的前总统普索纳罗卡巴的电子对讲器明显受损。伫探员的询问之下，伊承认因为好奇用尖头的电路器破坏。最高法院认为，伊可能是想要借后生即徛喺外口号召的酒迷活动趁乱逃走，规避被判27年的刑期。 日前，下令警方将普索纳罗有风险拘留。消息指出来，反对的民众欢喜庆祝司法捍卫民主体制胜利。Eu fiz a postagem convocando para o samba da prisão e até o momento tem 40.000 curtidas e mais de 3.000 comentários. Então assim, a galera tá determinada a comemorar essa prisão aí. 目前，伊被关伫巴西利亚联邦警察总部特殊拘留室，支持甲反对者伫警察局外口爆发冲突。普索纳罗的后生甲群众唱圣诗，继续酒迷流目屎控诉政治迫害。 A gente não vai desistir do Brasil jam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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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ais. E nem do Bolsonaro. E a gente vai aqui fazer a nossa parte, pedir a Deus que tire o Bolsonaro dessa situação. 普索纳罗伫2021年竞选连任失败了后，发动政变无成功，被判刑17年3个月。后来因为想要说服美国干涉，遭到国家软禁。目前咧找找各种上诉手段，延迟接到服刑。最高法院要伫24开非常会议，审查即摆逮捕令的合法性。普索纳罗造成的分裂对立，也继续影响巴西民主发展。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甲头等咱国内。 劳动部按算要推动外送专法，要来保障外送员的离线权、甲薪水计算等等的权益。外送平台若是违反规定，上重会当罚50万。这个草案预告7天了后，会送行政院来审议。 外送员伫大街小巷内乱去无用体人客送商品，为着保障外送员薪水等工作权益，劳动部顶日有过外送员权益保障甲外送平台管理法草案，头一摆依法律规范外送平台外送员、消费者甲店头4方关系，高明定外送员每点钟的收入，袂当比上价工资1.25倍价。 那以每年2026年上价时薪来计算，就是245块。每一单都是独立的计算。 我们不采所谓的截长补短跟平均。劳动部表示，伫外送员公路局部分，明定外送员每笔订单袂当比交通部核算的基本运价低，核算了后每点钟的薪水袂当比上价基本工资1.25倍低。 另外，外送员也享有离线权，平台袂当强迫外送员一定爱接单。若平台随意停权要终止契约，也爱由平台负举证责任。未来会成立独立申诉受理小组，保障外送员的工作权。我们需要去支付成本，比如说车辆折旧、油钱，甚至保养等等的。所以各国目前如果用基本时薪的保障的话，都是大概是1.5倍的一个范围。那我们会希望可以调到就是基本时薪的1.5倍。有一个风险在哈，它可能最后的结果并不一定能够去照顾到这个外送员哈，反而呢，会让这个成本哈被这个平台转嫁到消费者。另外，新法也头一摆将天然灾害执法明定停止上班上课期间，外送平台要停止营业。若平台无替外送员投保企业灾害保险，外送员袂当上线接单，若无相关会当开罚50万。劳动部强调，草案有过期7日来，会收集各界意见，作为后手调整依据，搁送行政院审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昨昏伫咧家人有一个阿伯，伊去庙林拜拜。
想袂到伊甲炮啊藏伫分尸的，佮因火甲炮啊点火刀，伊腹肚全咧崩破，肠仔嘛规个看现现。虽然是有赶紧送病院，毋过因为伤势伤过严重，还是不幸死亡。现场有封锁线，警方咧了解采证，看到民众讲代志发生的经过，也是真惊吓。伊家己引落去，才倒起来，我想安那倒起来，嘣哈！所以他身上绑那个鞭炮就对了。对。23早起8点左右，家人调河街即间公庙，一个88岁姓汤的老先生到庙里拜拜。警方表示，老先生好亲像点到藏伫腹肚的玻璃物，马上倒伫涂骹哀叫，边仔民众看到赶紧通报警消。毋过爆炸力头伤过强，腹肚的空脆严重，腹内流出来，送到中景病院，到院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抢救了后医院救无倒来。年约70、80岁的老人家。倒落在血泊中，脏器外露啊！以前都跌到过，就怕了，然后就把那摩托车卖掉，说不要骑了。是现在年纪大，比较退化了，但是也有时候会在这边聊一下天的。警方也追查到姓汤的老先生事发进前捌到这间香店，好亲像是买炮啊。附近居民表示，伊进前是掠鱼的，知影家己做简单的炸药，这几年来拢是家一个人大，身体状况无好，进前佫因为跋倒歹行路，影响到心情。毋过也是伫附近找人开讲，确实原因甲玻璃物的成分，医院爱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中发生公安的意外，伫南区的一搭工地有外籍移工伫咧11楼做事，毋知虾米原因，竟然摔落来2楼的吊档上。救护车赶紧将受伤人送去病院抢救，因为受伤人位悬的所在落泪，并无受创，意识已经不清楚。是左边的脸皮这边有翻开。脸皮这边有翻开，然后他的手脚跟他的背部后侧有严重的挫伤。台中市南区复兴路一段一个建筑工地，23下晡1点左右发生公安意外，一个差不多40岁外籍移工伫11楼的厝架作业，不明原因摔到2楼，因为弄的力头真大，移工并无受严重创伤。消防局紧急出动2车5人到场救援，台中市路检局也派人到现场，对了命令停工改善，也照违反治安法开罚。他是在11楼。从事废弃物清除的时候坠落，到2楼。那这个案件我们会要求现场停工，然后会罚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罚款。另外，伫市区的惠中路甲市情87路口，有民众迄时阵驶伫车道，毋过正头前所向有几捆的水管落落去，抑有车闪袂赴被撞到。路中这指挥才会袂危险，当地人嘛无可能讲想要安尼啦，就无法度意外危险拢嘛。正话7期上款，水管好亲像是为这栋摇得起的上班大楼落落去，好佳在无造成人员受伤。毋过实际打电话互建商无人回应，市府也表示会派人到场了解，若违规的代志会依法开罚，各要求改善。记者综合报道。伫新竹市有议员发现讲，伫咧学校甲徛街附近有愈来愈侪麻雀经，都惊会有非法跋筊的情形，甚至是去互学生接触到，所以要求市府都要定出相关的驻地条例。新竹市三民国小边仔离无到150公尺，出现一间写导游，实际上是麻雀馆的店家。市议员指出，最近新竹市学校也有主题区4课位出现愈来愈多，棋牌社甲德州科技棒这场所引起民众不满，烦恼有非法跋筊情形，要求市府要落实稽查，若违法要强力来一评。都不改善，是不是停止使用断水断电？我们绝对不会放任，只要有违法，我们该办就办，该处理就处理。市长。新竹市府讲，会依照休闲活动场馆业定期管理要点加强办理，会参考其他管制经验，建议推动驻地条例草案。也来以台北市为例，现今敢若对电子游戏场业有驻地条例，商业红仔机店、普通级电子游戏场必须离学校50公尺，网咖必须离200公尺，限制级电子游戏场爱离1000公尺。严格棋牌社这场馆无伫这个限制。实际观察伫内湖就几啊间瓦郡学校，对此台北市议员呼吁应该比照电子游戏场订定相关条例。
这类的场所应该比照电子游戏相关的规定啊，在学校的100公尺以内啊，不得设立，不要让青少年呢接触到赌博或是地下博弈的这些事情啊。针对申请有休闲活动场馆业营业项目者，预审系统将会提出警示，提醒该场所并不包含供人打麻将、扑克牌等警示标语。台北市商业处讲，政是以源头管理方式规范登记真侪休闲活动场馆业的业者，袂用有拍麻将、开七芳者跋筊，也若是有用人民团体名义成立的场所，查到牵涉跋筊，会处以罚款，也是长水长电。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北的车路，即马涂骹有标示有红色、蓝色、甲橘色等等，无共色水代表无共款的意思。毋过有议员讲，真侪人根本是看甲无煞煞。咱来交通局是回应讲，会加强宣导。车经过减速带，车速明显慢落来，明明是路口，却是用真明显的砖红色来标示，就是要互来车驶较慢的。台北市嘉兴街175号路口嘉兴林优先区路段标示色地是真侪色，短300公尺就有光蓝色、深蓝色，还有深红色，这系普遍的色地。好舒服，好漂亮。黑黑的，然后你把它弄成这么美丽，很舒服，走起来很赏心悦目。平常很少看到，就是会有不一样颜色的地面。对，刚骑过来的时候还蛮惊喜的，我觉得不错啊，因为至少我在注意到它的同时，我确实会减慢速度。为什么我们要做减速丘和做不同的颜色？就是要让驾驶感觉到突兀、奇怪而放慢速度，这就达到我们要的目的了。经由明显的色地铺设路面，提醒赛车人注意过路人并且减速。不过，民众党台北市议员戴耀成指出，台北市各种标线已经有7种色地，路敢若像小画家同款色地真多，互人是无煞煞。一般民众经过路口，若开车经过，敢若几秒钟的时间，分袂清楚这真同规定确实无同的标线。因为台北市交通局是讲会继续来宣导。至于民众说颜色太多那会有那个搞混的部分这部分我们会持续多加宣传因为铺面它不是标线，它主要就是一个提醒。交通局也进一步讲，针对着兴林优先区路段中央无规范色地的限制，这路口铺的色地毋是标线，用意伫提醒用路人爱注意，进入特殊的所在、入口的所在，拢色地标志牌面，说明限速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东的成功，当年11月至12月，屠宰场大出，一斤差不多100左右。不过今年连续做风台，屠宰场有较细粒，所以农会办活动，一斤70，请真侪民众来买。成功镇农会早起举办屠宰场节的活动，20多户农民拢来参加。由今年屠宰场受到侪摆风台灾害，真细粒又阁无水，也毋过也是真甜真好食，一台滚是卖70块，由介绍比往年一斤100块加真少，引来在地民众进来买。我们兄弟姐妹买10箱。成功町是屠宰场主要产地，每年产量大约有50万大斤，也毋过今年洪灾了后，敢若剩20万大斤，产量是减少真多。由产期到12月，也伫树顶的果子随时会落来。不过今年农业财损救助已经包含屠宰场，农会为了照顾农民，果实分级了后，验选的果实介绍会来调悬，来减少农民的损失。运到上面运来下去就落后了。品相好的严选的那个。就是大概1000到1200之间，一箱啦10斤的。不过验选顶级的屠宰场差不多拢封定了啊，也上款出产屠宰场的东河乡，果子皮受损，落果也真严重。东河农会各有帮，甚至建议卖送礼。不过希望大家也是甲农民来订买，补贴农民辛苦一年的心费。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培育国内运载火箭的人才，学校推动火箭计划的计划。即马淡江大学甲成功大学最近有新的成果，除了成功发射，信号也会当稳定即时来传输。准备好的火箭成功发射，由淡江大学团队研发的科研火箭，淡江之行13在屏东旭海发射场顺利成功。为2021年开始，淡江大学导致科研火箭研发，这是第4摆成功案例，在航电系统稳定即时传输信号，而且相关飞行高度超过7公里，也为淡江大学火箭发展数增加新的纪录。本系未来是要走这个火箭的稳定的控制，就姿态的控制。这个方面，航电系统
非常重要。传输的这个时间大概是38秒，到于7公里。我们这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成就。另外，成功大学团队积极共款在学会成功发射科研火箭 F-Right 1，这个火箭推进6秒，总飞行时间60秒，射管761公尺，在航电系统接收飞行高度、速度等数据，拢完整传输。团队的进行分析，作为后续火箭进步的参考。大的团队第一次来使用这个场地来发射这个小型的科研火箭。好，虽然说发射的过程就短短几秒钟就结束了，但是我想这个都是很多同学他们在努力出来的一个结果。学者分析，国科会执行国家太空中心推动科研火箭研发计划，为航太科系定金就是要培育人才。太空中心也是在发展运载火箭，那里面以后他所需要的人才工程师，就是从现在开始培养起。如果你大学时候已经有做过相关的东西，那你之后就可以很快的上手更进一步的技术。学者强调，为这科研火箭发射经验得到宝贵记录，应为太空教育推广建立基础，各为相关系统的工程能力提升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今年出世的红婴仔，伫8万人内底，就有要活5000人对老母的生，是创下纪录。其中，台东、花莲甲屏东是占上侪，主要拢是母系社会原住民。高厝价、高物价经济压力下，台湾面临囡仔生少危机。台湾去年是全球生育率上低。根据内政部统计，到今年9月为止，台湾新生儿内底有将近5000人是对老母生，是历来上多。不过，民众对新生儿是对老爸生，也是对老母生，看法是无同款。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吧，因为不太需要说非得一定要从父亲，只要双方家长跟背景觉得 OK。那从什么姓都可以啊，就没有特别想太多，就直接去登记的时候就重复姓了。根据内政部统计，新生儿对老母生前3名县市内底，以台东上多，搁再来是花莲、屏东，排伫尾的是云林、嘉义市、甲连江县，比率拢无到4%。学者分析，前3名的县市主要是母系社会原住民对老母生为主。这一年的那个新生儿从1到9月就下降了大概5000人到1万人左右啦，就是我们的生育率还是继续在下降。从母姓就是那个是原住民的新生从母姓比较高啦，但是汉族人我觉得是没有那么高啦。生产的个案数变少，可是高危险妊娠变多，很多都到高龄之后，或者甚至40岁、50岁才要生第一个。那这些人其实他的复杂度都比以前要难很多。无论是对老爸生，也是对老母生，生育率低，更加应该重视。专家分析，对5年前开始，台湾新生儿人数是逐年下降，到今年9月只有8万桶，而且生育年龄一直提悬，危险性也增加。根据国发会推估，台湾总人口2049年会在2000万人以下。专家建议政府爱学韩国甲澳洲，用生育减税也个免税这诱因来鼓励结婚生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个13岁囡仔宋新希，伊出世自来就闭顿，讲话甲发音有较困难。不过伊甲这个挑战转做是力量。手术了后，伊用英语演讲，希望家己的经验会当来鼓励更较侪人。I share my favorite color to all of you. May everyone live a colorful and fulfilling life. 真台风全部用英文演说，面对大咖遮侪人拢袂惊。伊是13岁气喙少年宋新希，出世时因为气喙动过修补手术，厝内底人烦恼讲伊家己的发音。不过即阵伊用英文自信来演讲，鼓励更加多。面部缺陷的囡仔也要甲这笔奖学金捐出去。额裂的病人，他们的障碍就是在语言，这个对于这样有语言大概不足的病人，但是他们愿意用演讲、口说来表现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勇气。理工科2年起开办到即阵的得予奖助学金，陪伴先天面部有缺陷的患者，伫课业也是在家这领域来发展。今年全台有228位面甲喙有缺陷的囡仔获奖。基金会希望借由颁奖，互囡仔伫求学阶段更加有自信甲勇气，要小耳症患者甲这份甲别人的无同，活出家己的力量。小耳症对我来说，现在已经是一个独特的印记，这样子。我认为小耳症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正向的事情。
每一个面也是喙有缺陷的囡仔，拢有受家己的生命体会甲故事，应用家己的方式证明差异毋是限制，而是照光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全国基本竞赛，这2天伫咧台中起鼓，全台湾有超过2000个选手来选拼选，大家是步数真等，提出上好的表现。教育亲像大舞台，何出笑亏拢总来。选手的表情、声音拢充满自信，用词甲发音嘛真正班。全国基本竞赛决赛个竞赛23展开，伫台语朗读甲台语演说项目的教师组，有袂少拢是台语老师。来参加比赛，就是要做互学生看，也和囡仔分享比赛经验。另外，也有学校的主任讲，因厝里读圣经拢是用台语、罗马拼音，计划退休了后要投入台语的教学。即马也开始真正台语。我为细汉看阮阿妈读圣经，圣经吼，迄念出来就是台语。阮老爸嘛有伫教会甲士大人读圣经用的罗马拼音。细汉我就感觉讲台语是真牛的代志。我教台语已经20多年啊，我对台语的文学真喜欢。阮学生伫较装卡，较无出来搞甲人行搭，然后利用鼓励因出来徛咧舞台面顶。今年较无共款的是台语和客语的情景式演说，是对过去的世界图讲故事，改做现场抽文字题目，写文章才上台讲。主办单位强调，安尼会当互选手发挥的范围更宽，更较自由。也拿后礼拜比的读者剧场，是事先提供互4位学生剧本，互因做伙演讲，毋望互偌济囡仔拢有参与的机会。以前是世界图，即马是互你一个题目，你会当自由发挥。会当将你生活中所经历的这些代志，甲大家分享。竞赛已经迈入第80届了，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的本土语文读者剧场呢，团体赛呢是第1年正式的做举办。全国基本竞赛个竞赛部分，礼拜尾暗暝就会伫官方网站公告第1的名单。也拿团体赛的读者剧场，后礼拜日11月30会伫台中市私立新民高中举行。记者辛怡台中报道。来看东京田径奥运，咱台湾的代表队佫传出好消息，张辉保龄球男子代表队摕到铜牌。目前咱台湾累计已经摕到3块银牌甲4块铜牌。跆拳道女子对拍57公斤级别8强赛，片淑婷第1局对韩国，伫上面一波猛烈的攻势了，力赔2分，因无意外落后。第1局输互对方，第2局也是挡袂掉对手的连续攻击，上面是0比2输。本来就是讲会当用排步户外赛过来拼铜牌，因过大会临时宣布取消排步户外赛，后伊的赛程提早结束。今仔日也拄好伊的生日。我都准备好了，不管输赢我都有红包给他，就刚好生日难忘的生日。来看空手道，47岁吕金芳伫男子对拍84公斤级，先摕到2连胜，拍入去4强。因过先输互阿尔及利亚选手，铜牌战阁输互乌克兰，上尾只敢拿摕到第5名。我觉得他今天的表现是我预估大概150%的表现的。另外一位选手郭文虎伫男子个人型摕到死亡之组，阁是第1个上场，上尾成绩36.9，分组第5名，无法度晋级第2轮。伫咧电竞标枪部分，男子王如虹甲邱一波拢晋级决赛，分别摕到第5甲第7名。伫女子组方面，连续3届摕银牌的柯安怡，这边决赛表现无啥好，只敢拿摕到第6名，是第一遍伫听话无摕牌。男子德国跳陈仲武也摕到第6名。这么台湾代表团总共摕到3银4铜，一个欠金牌。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咱来看泰国洪泰后死例嘅白色，全国哀悼1年。这期间，伫咧公共场所，无论穿插、讲话甲行为，拢有一寡规定甲禁忌。亲像衫都爱穿黑色、白色，或者是较素的。提醒乡亲，若要去泰国，都要尊重当地礼俗。曼谷生意真好的生意大卖市場，望過去幾落百間批發商，攏伫賣黑色嘅衫。เรามีเสื้อดำเรามีเสื้อโปโลผมอยากเอามาขายในราคาที่จับต้องได้
อยากให้เข้าถึงกับทุกๆคนใครมีเงินก็ซื้อได้ใครไม่มีเงินก็มีเงินน้อยก็ซื้อได้ตามภาวะเศรษฐกิจตอนนี้ซึ่งทุกคนลำบากกันครับ国王瓦吉拉隆讲的妈妈，泰国人真敬爱的皇太后斯利吉，顶个月24过身，享受93岁。当局按惯例宣布全国进入1年的哀悼期，公务员、国营事业的员工爱穿乌衫1年，佮建议百姓穿乌白素色的衫90天，表达哀思。咱外交部嘛发公告，计划要去泰国的国人，莫穿伤花、兄肉甲老肉感的衫。也莫伫公共场所有吵闹、啉酒，也是庆祝的行为，爱尊重当地的礼俗惯例，避免讨论泰国皇家的事務。ที่ผ่านมาพ่อเราที่สิ้นไปนะครับก็เสียใจเป็นอย่างยิ่งนะ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ท่านเป็นแม่ของแผ่นดินก็เหมือนแม่เราก็เสียใจพูดอะไรไม่ออกครับก็ประเทศเราเสียบุคคลที่เป็นที่เคารพยิ่งของปวงชนชาวไทย购物商场的服装品牌连锁店，拢伫第一时间专门换乌色的商品。商务部佮警告商店，袂使提高价上，要设立专线受理投诉。2016年，前任国王普美蓬过身，国丧期间佫捌出现乌布欠缺的现象。捌伫泰国外交部任职专门研究皇家历史的学者查瓦尔蓬蓬伊讲，前后2场国丧社会反应无共，这正是泰国政治局势的变化上界明显的指标之一。公司新闻汪慧文编译。即马真侪短影片伫咧社群平台是抢甲掠袂掉，而且趁 AI 发展的即个势，加速创作的流程，效益是真惊人。毋过嘛为即个产业带来新的冲击。拍开社群平台，定会当看到大数据推播的短影音，嘛出现愈来愈侪 AI 生成的美短剧，看刷破拿唔免用脑筋的内容，为业者轻松赚到流量。这一条橘猫剧的播放量是5.2个亿。为电视专用 AI 影片制作的单坤，今年伫影音平台怪手推出 AI 原创奇幻美短剧《50个山海奇景》，引起热潮。以古典小说《山海经》为灵感，用 AI 生成剧本甲人物。佮用快手平台，家己研发的可能 AI， 将图像快速生成影像甲特效，成为怪兽活灵活现，当作公影煞拍，已经会当展现大片的气势。第5集创下5000多万次的播放，专家看好发展潜力。Can get a lot of wow factor, a lot of crazy things.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n the future would be that I think, for example, big sci-fi is going to be done in Bilibili. It's not going to be done by big studios in the cinema. 高楼事业用对 AI 趋势已经无法度挡，也伫全球引起各种法律甲伦理争议。但款共款拄到 AI 生成的影片，互抄袭复制，各种法庭、演员甲拍片团队是烦恼，肖像甲工作互廉价复制替代。美短剧事件这2年也换过太平洋，吹伫加州好莱坞。经过疫情了后，经济无好，百家风波甲制片方紧速有旋的困难时刻。美短剧正做真侪演员的救命术，即马已经翻地做80亿美金的产业。真侪影音平台也拢进驻发展，共款的好野人霸总套路，换上西方的面厂加潮民，永远是流量的保证。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来看印度的克拉拉邦，这是香料的产地。有人讲，若伫咧山林内底咧行，拢会当闻到肉桂甲姜黄的香气，所以这嘛互号做是香料的故乡。都有不少游客会专工来这，亲手焖香料掺落料理内底，是真特别的体验。克拉拉邦是印度上大的香料产区，有真侪世界各地介意的人来吃，为肉桂、姜黄甲肉豆蔻，加种超过30种不同的香料。互来遮旅游的里瓦路易斯翁仔某大开眼界以外，嘛食到香料原本的滋味甲香气。It's a little spicy. We're starting to get used to it. But we're getting used to it. C'est vachement intéressant parce qu'il y a plein d'épices. It's really interesting because these are spices we use almost every day. But now we see that pepper is a vine, ginger is a root. It's fascinating. 伫克拉拉邦收成的香料会为山区沿路运去海港，顺海路销去全球各地市场。这是这座古早城市自古以来香料贸易之路，就那亲像连接中国到欧洲陆上商业贸易路线丝路同款，所以叫
叫做芳寮之路。芳寮内底上界珍贵的芳寮，其中一项就是豆壳，有芳寮红叶的豆壳。但采收了后，统一送去烘，爱用70度温度烘予干。到时阵，这芳寮就会沁出真特别的柠檬香气。 Here she is, the queen of spices. Cardamom is used as medicine, as perfume, in cooking. In India, almost every dish has a bit of cardamom in it. 目前芳寮伫印度国内会用竹牌啊，伫笼罩椰子树甲农田的运河网内底伫卖，卖少大型竹牌啊，甚至开发做水上餐厅，制作使用芳寮的大餐，提供外国籍游客通食，互游客会当拿欣赏湖边的美景，拿享受美食，嘛互印度克拉拉邦的芳寮风味沿水路传去世界各地。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 咱来看今仔日天气的预报。北部地区上加18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加16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加17度，上悬29度。 南部地区上加18度，上悬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7度至26度。暗内变天，提醒大家多爱穿好少。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